一起來聽正能量叔叔講故事。嘿，小朋友們，今天正能量叔叔要帶大家進入一個神奇的森林——歡樂谷。這裏住着許多可愛的小動物，有善良的小兔子蹦蹦，還有調皮的小狐狸皮。皮皮最愛惡作劇了，他常常躲在大樹後面，等蹦蹦啃胡蘿蔔時，突然跳出來哇一聲，嚇得棒棒胡蘿蔔都飛出去。有時候皮皮還會偷偷把蹦蹦的水壺換成苦瓜汁，害棒棒喝一口就吐舌頭。蹦蹦雖然不開心，但總是嘟囔着說：沒關係，皮皮只是愛玩。可是有一天，皮皮做得太過分了。蹦蹦在花園裏種了一排漂亮的小太陽花，皮皮卻趁蹦蹦不注意，用爪子把花全都踩得東倒西歪。蹦蹦看到後，眼淚都快掉下來了。他想，這次我一定要讓皮皮知道被捉弄的感覺有多難受。棒棒眨眨大眼睛，想出了一個好主意。他知道皮皮每天中午都要睡午覺，而且最怕睡過頭，因為下午森林裏有趣的探險遊戲。於是棒棒悄悄溜到皮皮家，把皮皮床頭的鬧鐘偷偷調慢了2個小時。接着他又用樹枝和樹葉在皮皮門口堆了一個小小的陷阱，只要一踩上去，就會沙沙沙響個不停。下午太陽暖暖的，其他小動物都集合去探險了。皮皮還在呼呼大睡，等他醒來時，發現房間裏靜悄悄的，鬧鐘指針已經走到4點啦。皮皮急得跳起來，大喊：完蛋了，我錯過探險了！他慌慌張張衝出門，一腳踩進樹葉陷阱裏，沙沙沙的聲音嚇得他差點摔倒。皮皮跑到森林廣場，只見蹦蹦和其他小動物剛好回來。皮皮氣喘吁吁地問：你們怎麼不叫我啊？蹦蹦走過來，笑嘻嘻地說：皮皮，你睡過頭的感覺是不是很着急啊？就像你踩壞我的花，我也很着急，你嚇我，我也會嚇一跳。現在你明白被捉弄的心情了嗎？皮皮一聽，臉蛋紅得像蘋果。他想起自己以前做的壞事，低下頭小聲說：對不起，蹦蹦，我以後再也不這樣了。棒棒拉起皮皮的手說：沒關係，我們一起玩，以後要互相尊重我。從那天起，皮皮再也沒有惡作劇了，他還幫忙照顧蹦蹦的花園呢。歡樂谷裏充滿了笑聲。寶寶們，你們知道這個故事是說哪個成語嗎？